睡得真好。亮亮、小蜜这么早起啊？在做功课啊，好乖哦。彤彤姐姐，我们快做不完了。老师说要用色卡只做一张图，今天上课要带给全班看。我昨天才知道哎。没关系啦，我来帮你们啦。太好了。彤彤姐姐，好奇怪哦！我把粉色的玻璃纸跟黄色的玻璃纸放在一起，就变成不一样的颜色了。我以为放在上面的会盖住它耶。小蜜，因为玻璃纸是透明的呀，所以你把两个不同的颜色放在一起，就会变成另外一个颜色喽。彤彤姐姐，我有点听不懂你的意思。来，你看看，如果把红色跟黄色放在一起，就会变成橄榄色，橘色。另外，黄色加蓝色就会变成绿色，绿色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红色加蓝色就变成紫色，紫色。8点半了，要上课了啦！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我赶快来帮你们。谢谢彤彤姐姐。橄榄色、橘色、橄榄色、橘色、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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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。亮亮，亚黑马给色。这是橄榄色。那亚黑马给色。这是绿色。那橘子树是什么颜色？绿色、紫色、绿色、紫色。亮亮，亚黑马给色。这是绿色。那矮黑马给色？绿色、绿色、橄榄色，3种颜色的客家话你都记起来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张来了，张来了。